在那边了吗？往里面讲的吗？我靠！走，先把肩膀挡到。
是个朋友，小朋友的叫啥？小牙齿菜。那么这个。
拉姆，一，开始了。一个，哪有人可以？跳一下，练一下，试一下。按那个途径，左手放下。练一下，练一下吧。直接来，他们会讲，不一定啊，练一下看一下。他重新放吧。那是什么？开心跳起来是吧？哎，开心跳起来。对，一个让开心第一跳起来。后面要好一些，是吧？后面再加开始了。让六个上去，6个就跑得好吧？小西西认真跳。好，我觉得可以开始了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然后那个，其实都把我这个来一点点，给巴西留一点空嘛。哎，对，给巴西留点位置。对，不然的话他没位置。每个人都看这样啊，来，准备的啊，从头跳2段，开心跳起来啊，2段啊，认真跳啊，不要走神啊，特别小心心啊。要开心哈。那开心吗？关键要开心哈。不，把前面的那个动作弄起来啊。对，音乐music。音乐。关键是给来点的，要带点气。无所谓，无所谓。这个歌最近很火，哎，你没亏吗？拍竖屏无所谓。哦，拍竖屏无所谓，多一点少点无所谓。不像横屏完整版，对，多点少点荡一下无所谓。开心跳。
块吃完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继续，没关系，继续啊！来，小心肠胃操作。好多呀！别吃，别吃，跳完吧，不行，跳完，现在马上完了。开心的跳了吧？咱们是8了，这马上就完了。错误动作有点多。对，这个是第4分钟。好了，可以不用跳了，就跳那个阿拉枪射算了。哇，男的拍视频哦！看前边，看前边，看前边。老六，看前边。动作大一点。
的少？谁的少？有差吗？这个那么差吗？你给我发信息了？给我发消息了？山清水秀，好似花中游。原来so，原来so，原来so，原来so。